验观众白读，台语枫叶念谣。一个炒米泡，二个炒韭菜，世界就这真厉害。三个炒米粉，四个呛呛滚，冠状病毒呛呛滚啊呛呛滚。喙烂鼻水白毒乌白粉，家扫嘛会食甲几啊米远，世界拢咧挂喙安，保护家己甲别人。若无恐怖的肺炎，黏米狗啊黏米狗。双手遮子高遐摸，若是无洗好身体，就去摸咱的嘴巴皮，会毒白毒就知死，湿湿搓搓冲碰擦，内外夹攻大力丸，保咱无代上安全啊！上安全。五个五将军，六个六子孙，房间教室爱通风，饭店民宿大卖场，公车火车卡拉 OK 甲餐厅，人侪所在毋通去啊，拢莫去。公共场所爱细腻，爱细腻啊爱细腻。若是要去，就爱保持安全的距离。七个蚵仔饲面线，发烧毋通结散散。八个讲伊国外转来住，乖乖伫厝，千万毋通走厝外。九个狗真薄，台湾的健保医疗上介好，咱着惜福。爱保佑啊爱保佑。十个拢大路，毋通无守规矩乱输做，白毒若是看甲规波倒，迄阵大家性命无。家家户户